国防部令一，当审29号演习动员调集令于2007年6月3號12點生效。二，受領107年6月初4到6月初8期間，精神、忠義、大業、仁愛、博愛、忠貞、安法教育調集令，甲增港徵用資的後備軍人、各型車輛、專車物資，以調集令甲增港徵用資指定時間向指定地點報到。三，陸海軍甲軍備局所屬的動員工場，以軍事工業體系轉發體恤甲時限實施作業。詳細情形，請參考國防部全球資訊網 www.mnd.gov.tw 國防部發言人秘書專業以及各大報紙。親愛的聽眾朋友，恁厝內垃圾哦，是毋是定定聽袂清楚？轉過來，轉過去，較準就是收袂到。來，關懷電台即馬介紹你一台上新上讚的垃圾哦，會當設定時間、設定電台、鎖定頻率，也閣有電子顯示熒幕。除了聽 FM 加 AM 以外的節目，閣會當定時做鬧鐘啊，嘛會當插耳機。不管厝內插電、厝外鬥電池，攏真方便，而且美觀閣大方。遮爾讚的垃圾哦，外口無咧賣，只有關懷之聲獨家代理，專人送家附上。電話0474240922，744922。在地聲音，在地關懷，關懷本土，關懷台灣，關懷你我每一個人的關懷廣播電台 FM 91.1。即馬是台灣時間下晡5點正。歡迎收聽厝邊隔壁的節目。這個節目佇禮拜一到禮拜六，每一天下晡5點進行到6點。1點鐘的時間會按政治、經濟、教育、語言甲文化，每一個咱所關心的議題，邀請無同款的來賓，為因上專業、上實手的話題，甲咱佇空中分享交流。厝邊隔壁的節目，用上輕鬆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發揮電台盤山過嶺的功能。希望按咱的節目小小一點，會當結合出濟濟共心的力量。厝邊隔壁，小少來關懷，關懷台灣的好將來。各位親愛聽眾朋友，這是關懷廣播電台 FM 91.1，現在是厝邊隔壁節目的時間。我是今仔日是星期二，我是周清玉，佇電台的現場，甲大家做伙來分享這1點鐘。咱大家做伙來關心着咱地方的事事項項。咱知影佇咱最近民主進步黨這打經過即個選舉就是各地的即個縣黨部的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的黨部的主任委員有選舉過現在即個年底咱年底的選舉各政黨大家嘛安尼搶滾今仔日咱特別邀請咱地方咱鹿港鎮的鎮長是咱黃正安黃鎮長，伊同時也是咱民主進步黨彰化縣
县党部的主任委员吼，咱今仔日就邀请咱的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也是咱鹿港镇的镇长。即个鹿港镇吼，我想是全台湾都有名啦吼。不但是咱遮的古迹地方的即个文化咱的艺品逐项拢上有名吼。其实咱的鹿港镇长原来是足有名啦吼。所以今仔日特别请咱的鹿港镇长来到节目中的现场特别伊也有将伊的夫人，咱的苗月女士，共款同齐来伫节目中，伫遮是不是先请两位甲大家问好一下，好无？好，咱就请约县长吼，以及咱关怀是县长呢，委员，反正就是咱中华上较重要的即个以及咱关怀电台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镇长黄正安。委员好。咱关怀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鹿港镇长的太太，嘛是即届的议员参选人杨妙月，大家好。足欢喜吼，今仔日普通咱的特别来宾拢一个呢。对。今仔日较特别咯吼，两个吼，今仔日是两个。我会记你讲，咱鹿港镇长吼，黄正安吼。伊咧选举的时阵吼，大家拢讲，边仔遐哩一个拢安尼笑眯眯吼，足温顺，足安尼，大家看着都安尼心情就足好诶。迄个，阮讲吼，镇长诶，遐尔啊关票吼，甲咱的即个夫人吼，原来有足密切的关系哦，是无？你会记哩袂，镇长？对，阮太太吼扮演一个真温柔的角色。就是讲吼我无论伫咧选举，也是讲我咧做议员镇长的任期，阮太太伫我边仔，就是从咧协助我服务的工作。所以外口我认真去拼，厝内工作就阮太太咧帮我处理，包括囡仔私事嘛，拢伊咧处理。所以是一个真温柔啦，嘛真有能力的一个查某人。敢若厝内顾咧尔，还是你咧做民意代表、做首长有斗骹手无？我感觉阮太太有当比我较无用，就是讲除了爱顾囡仔以外，爱顾厝内以外，我一寡服务案件人总会去定情，定情一定是去服务处定情，所以阮某是兼职咱迄个。我的即个服务处的即个主任，所以每一遍的即个服务工作中，伊咧帮我。你做是服务处的主任吼？进前议员的期间。议员的期间，所以毋是敢若会晓笑尔啦。好，我想吼，即较听啊，咱伫下半段的时间，咱则过来我想互逐个人较了解你、较熟悉你吼。可能鹿港的镇民拢捌你啊啦吼，可能其他可能无一定会遐尔啊熟悉吼。应该是讲有互服务界相对印象真好啦。但是毕竟鹿港镇还是讲鹿港区吼，秀水复兴无捌的人嘛是真多啊，因为无服务到伊免会知，若服务到，大家总大真恶乐。是，我是无去甲你麻烦啦。你找我就会使的啦。毋过吼，阮的印象拢足好，就感觉讲，安尼不时就笑眯眯吼，真安尼真温顺，安尼逐个迄个感觉就是足好，就足有台湾妇人人的迄个气质。台湾的查某人。查某人，我拢讲妇人人，阮较客气啦哈。好，当今仔日我想先请问咱的镇长吼，因为我知影咱逐年的即个端午节，就是即个端午节吼，五日节即点来到吼，鹿港就安尼长滚。对。今年的情形毋知安怎？我伫遮吼，向咱所有关怀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吼，麻烦你会知讲咱鹿港到底庆团量改变偌济？我第一届做镇长的时阵吼，我阵就一直要求当初是即个县长是即个主播员。我希望将海边仔自然隧道个别农村的场地来刷过来咱府路西标准的这场地，但是毋知是因为党派无共款吼，故意无爱甲我刷安尼吼。连续2年就过去啊，到第3年，因为我第一届补选嘛，所以做2年尔。过来连任，我去当选，而且我嘛摕7成的即个得票率吼。迄个时阵吼，咱县长魏明규伊嘛当选，魏明규当选吼，第一我甲县长可能思考嘛算袂歹啦，过来是讲佫共党的，所以伊对鹿港吼的一个生态，我伊早就大家讲过，所以伊先做县长。
第一年就是按吉安水道来刷过来咱葫芦溪。那第一年伫葫芦溪的观光客加超1倍多，加超1倍。但是那一年真正足热的，足热的吼，甲馆长伫遐咧开讲，馆长讲吼，镇长我想讲吼，咱来家暗时啊，暗时来过白龙船，我当作伊是咧讲笑，讲暗时暗说是免啦过白龙船，啊。伫遐开讲讲，咱来开始想办法，所以伊等于到伊县政府，伊就是规划讲夜间农作，所以咱伫3年前第一遍夜间农作就是咱县长想出来。所以咱县长其实嘛真有真厉害，真厉害。哦，咱啊想讲伊安尼顺啊，无特别，结果即个意见是足好个啊。迄过去3年前的即个夜间农作吼，会使讲轰动咱全国。迄时阵吼，真侪吼，即个即摆的即个。科技吼，就是讲即摆的即个手机也好，还是讲即摆的一寡资讯中真发达。第一甲翕相了，就上传，吼，就上传。啊，上传了，大家会分享。啊，愈分享愈侪，到尾吼，伫要将近要活，端午节进前3-4天吼，迄人有够侪，专工起来翕相。所以伫端午节当天吼，敢若量花，伫迄个叫做葫芦溪的量花吼。差不多7万人的观光客，迄真惊人了。7万人会使讲在迄所在，客来迄条溪啊，溪边啊。啊了后吼，街内内底咧卖一寡迄个小吃啊，咱讲小吃算真有名嘛。遐头家逐个欢喜啊，讲咱向变遐侪人安尼吼，物件都无够通卖。无够通。好，当然人潮就是钱潮嘛。所以3年前下头夜间农作改变了后，过来旧年扩大举办，旧年按5天。佫延续到1礼拜，啊，去年按即个夜间农作迄个场地，佫刷过来咱老街，刷过来公会堂的即个光雕秀，佫刷去咱艺术村，所以去年过来嘛足热烈的。那今年佫扩大举办哦，所以我即摆要来，咱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咱就讲今年清断粮是1个月延长到1个月。所以是已经是规个月在热烈的。那这1个月内底吼，即个灯光吼，原则我逐日讲的即个所在，即摆佫加。咱即个天后宫下头前即条大道，啊，佮即条咱伫运动场周边，咱种做啊足水的即个灯台，啊，佮咱文物庙即个灯台嘛做啊非常的水，所以今年的六港庆团阳会使讲有史以来上界热烈的一遍。所以我伫遮吼，借着咱关怀电台吼，要向咱关怀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假日时啊，一定爱来鹿港行，鹿港吼。即个每一礼拜拜6礼拜，伫咱公会堂有一个舞台，就是从底下有人咧伫遐咧做表演，啊，佮而且伫遐有真侪即个活动。那么端午节的即个夜间农作吼，你一定爱去葫芦溪看阮的即个夜间农作到底有偌水。啊，佮就是讲平常的时间，恁着听落去鹿港，伫6点半开始，火就开啊吼，电火就开啊，到10点进前吼，规鹿港中有够水的水。整个鹿港就是一个不夜城，越美丽，愈暗吼，就愈水安尼。我想是热烈，嘛足侪灯光，嘛足侪活动。那安尼，咱鹿港镇会加用足侪钱无？还是会加趁较侪钱？这个部分吼，因为分做2部分哦，这个交通部有。交通部的这个观光局有人补助，是补助县政府。那其实的灯光并无真侪钱，灯光的钱是咱灯光是从这 LED 灯是从租的，县长来讲是从租的，啊，所以租的这种的钱开真少，开真少啦。即阵咱台湾灯会吼，迄阵啊办伫鹿港吼开10外亿。是啊。系啊，啊你摆只灯光斗毋知400多万啊，毋是？是哦。你看金额差尔啊多啊！效果咱遐尔好，这是10外亿，你10外亿呢？咱咧，系啊，无到1000万，再过来再几百万。老人家真正真水，足水的，系啊，所以我伫遮咧讲吼，听众朋友吼，你毋通讲顶顶乌白达人讲吼，恁大真正实际，下班时间吼，无囝带咧吼，来鹿港大家细项吼，起来踅起来行咧。我相信吼，你会感觉讲鹿港内边遐尔水，你嘛会知鹿港的小吃嘛真有名，恁去会当卖菽乌米仔鸡啦，吼卖一寡糕饼啦，食一个小吃，卖一个这个肉包，鹿港嘛拢真有名。其实吼来鹿港佚佗袂使伤开钱。OK， 所以伫遮安尼，我想大家，因为即摆大家拢咧烦恼讲工作，毋知有够钱无吼。那这钱吼，就是讲用。一直后来滚吼，都要用这钱，结果是对中央来的钱啊。委员吼，这钱部分吼，我你知影我足欠的吼，所以就是说烦恼这。这钱我来大家讲吼，
我伫6年前做店长的时阵，我接即个鹿港镇公所即个财政，鹿港镇公所的即个存款是2亿7千万，即摆是2亿7千万，即摆是7亿。加5亿啊！啊，我加真5亿，你看会欠钱呢？我会欠钱，还无答应我活动，佫办比伊早的，店长办较济，啊，佫欠钱。啊，佫而且吼带动观光客，伊早超630万至650万的观光客一年，即摆超1000万人啊！啊，这就是我就是一不断去从鹿港来介绍互大家知。我进前爸爸伫咱关怀咧，甲咱听众朋友讲，我逐工会工课真济，但是佫较无用，我一定会伫我11个即个 FB 的族群，佮250个即个赖的族群，我总会逐工介绍鹿港，互大家知影。啊，我的族群毋是干那鹿港人，嘛毋是干那彰化人，全国甚至到美国、美西、美东，啊，佮外的即个群组。啊，所以鹿港的观光客四面八方总会来咱鹿港佚佗。所以你是要选总统？我毋是，如果是感觉鹿港就是一户263万家鹿港即个名气非常的大。啊，鹿港是真正有内容的，无论伊的即历史建筑、伊的古迹，啊，甲伊即历史背景，甲伊的即个工艺，甲鹿港的小吃店别个所在无法甲鹿港比啦。只是讲伊在店长伊会晓要用心，甲鹿港经营即观光业，我是真认真。啊，伊早我是感觉我是足认真的安尼啊，所以鹿港有进步真济。你会认真，敢若咱的镇民、咱的县民。嘛，大家拢知影吼，都你个选举刚摕迄落啥物7城8城，啊咧万里图着搁8城9城的吼，我看要摕即落程度，敢若嘛真困难的啊。所以我伫即个部分我真用心以外，我爱感谢两个人啦一个就是咱魏明谷县长，真认真为咱鹿港推动。啊，一个是佫有即个咱的国家历史风景区，即个就真大条的即个支持嘛。对，这原早是6年60亿的经费要做，即摆变6年75亿。所以我讲第2个人，我爱感谢总统甲我斗3工，总统伊挹注真侪即个补助互咱鹿港前瞻做会起来安尼。啊，即鹿港以后会大无共款。像即摆咱鹿港伫卫民区的林奇，伊已经甲鹿港的民宿开放啊。所以即摆住鹿港的人愈来愈侪。啊，过来就是讲鹿港即摆饭店一间地起来，像永乐酒店啦像迄个正月的丧礼啦啊，一寡即个大型的即个民宿，伫鹿港中一直起来。啊，为虾米因会来遮？对，即个伊看迄个生意人看到一家趁钱，伊就去到一家投资，就是大家看好咱鹿港啊。所以咱鹿港的土地即摆直直碰中。啊，我感觉这是鹿港先开始起步，因为即摆6年75亿，即摆从古港到因开始咧震动啊，甲古港到迄条差不多1公里半，要开8亿。所以这古港沟做好了，即条一定会比以后伊即摆台中的流川佫较水。因为变做咱大家个是定点。迄个图出来啊。对。啊，这你来看即摆后摆鹿港即摆开始起步尔，这75亿注入落去，后摆鹿港会变做该有的即个具有的一寡建筑啊，具有的一寡巷弄，具有的一寡即个传统嘛也伫咧，但是佫注入一寡新血，就是古港沟即条是鹿港的即个母亲嘛，母亲河，即条佫做好佫一个新的景点，所以咱会用现代科技甲以往先人留落来一寡即个好的物件，恁留咧，所以鹿港以后是真有文化嘛，真有历史。所以我会记你是店长你就任了后对着即个古迹啦，对着即个观光啦对着即个河川的即个整治拢非常的要紧所以我想你是有一个特别，咱台湾咧讲古迹是1户3万家看起来其实我家己后头厝是台南。就是迄个基础拢有啦，但是看到是就即个是毋是我毋知影，因为我即摆拢住伫彰化所以对台南可能就较无记啊水。但是我看到咱遮对着鹿港的即个用投入足济的即个精神我感觉即点是互咱的古迹佫一直不但是古迹是旧的，是佫。拢是人啊！那这是做活起来啊！但是迄个古迹的文化去发展起来，我感这会当做到安尼，实在是足无简单的。是啊，所以咱鹿港伫这6年当中，鹿港
变真济，鹿港变闹热，啊，鹿港观光客变济，啊，鹿港吼，咱的即个经费吼，会即个挹注吼，咱鹿港热闹咧起来，吼，包括即马大家做袂起，咱鹿港鱼缸即马嘛咧做啊，中华鱼缸，咱讲中华鱼缸也是伫鹿港嘛，吼，哎嘛做袂起，即马嘛已经做啊，敢若迄嘛20多亿要做一个鱼缸安尼，所以鹿港吼，伊早历届的即个镇长。历届县长无通做工课，咱即摆伊拢大浮现出来，所以鹿港人即摆足期待。你讲委员一直讲啊，真干你市政外都汉野悬，咱都认真做人顶面感受会到啊。啊，所以吼，我感觉我伫这6年我做这建设部分吼，我相信鹿港人因中鹿港这所有这乡亲时代对我拢真肯定。啊，其他的部分就是我咧做工课吼，嘛是种。面面俱到啦，哦，咱做者收滴都像大家拢爱顾着。像我鹿港的福利，我嘛朝即摆全县咱上好诶。哦，安怎讲？你像咱老人敬老礼金吼，其实我比县长较早，我1年3节吼，我总有发通一个500块诶，即个即个65岁以上诶，即个老人年金伫3节拢有。端午节吼，然后即个中秋节。无中99中庸，就等于差不多中秋节啊，佮过年一遍安尼啊。哦，嘿啊，啊，佮吼我鹿港吼，伫我年代我做啥？咱一遍拢500哈。这是。啊，佮吼我吼伫我年代吼伫鹿港做3个儿童公园。因为吼我感觉即摆人吼真可怜，就是讲囡仔无当走。啊，我伫做镇长的第2年，人咧老反映讲，鹿港你观光推动不了袂歹，但是。鹿港囡仔无，鹿港的囡仔无当带，毋知要带伊就算带到彰化，所以我一连串吼，我做3个儿童公园，3个大概吼，若到即个假日，也是讲即个5、6点以后吼，迄囡仔甲大人真正有够济。我感觉吼，这别个乡镇吼，我借这个机会哈，甲别的乡镇市长讲吼，就是讲公园啊做一寡吼，咱家己居民会当去休闲，这真重要。实在用，真正用的。啊，无另外囡仔即摆会当伫厝诶，人是。耍电脑、滑手机、看电视，总真正系啊！你要大家真正做出交外，大人欢喜，囡仔嘛欢喜，我嘛这足重要诶。所以我咧做诶工课，鹿港是有名诶，即个文化古都，咱来将这个观光台做起来以外，鹿港诶居民咱嘛爱来顾，该通有诶，该通有诶福利，该通有诶，这一寡休闲，咱嘛来做互因安尼啦。这种足好诶吼，我会记你顶一遍你来了诶时阵，我去鹿港，结果看鹿港迄公园内，哪有遐侪人哈？结果我看因哦，有诶嘛拢咧掠迄什么宝有无？抓宝，迄是安怎哈？还是安怎开掠到对恁遐去啊？抓宝吼。迄个抓宝可能因迄种诶集团，就是讲因种公司，因会去找一寡较，因会去找一寡较热门诶景点。吼，啊，恁就讲我塑造真侪所在拢真热。因家己去找恁了。毋是话找阮，伊会用迄个宝片当迄个所在。伊家己去用诶。啊，即摆伊抓宝，我毋知这伊无甲咱讲。伊去找较热门诶地方，让互迄个宝客咱遐人就去甲抓宝安尼。我伫想讲，因为咱台语文园区，即摆才打出，我想哦。啊！这若讲要互伊遐抓宝吼，一定抓规定人，我规个拢是。伊是毋是安怎联络的？伊无甲我联络。伊无甲你联络。只是讲伊迄个所在，伊迄所在伊就感觉是闹热所在，啊，逐个较会知。规日那帮补，那有遐侪人安尼，惊有咧耍的人，因就会知影要去倒聚集。系啊。即摆敢若较无遐侪人咧掠。嘿，即摆较无遐时间。掠到遐厉害哦。嘿。OK， 好，啊，我咧想讲。你对我会知影讲，我头我咧讲着台语文园区吼。对。我会记得咱镇长不但是对古迹、对文化要紧。对。我若真感谢镇长对着咱台语文推动，原来足积极的咧支持。这我感觉这是我需要做的工作，只是讲委员你互我即个机会通来处理。真正讲，毋是委员关怀这边吼来甲我讲，这我嘛毋知要安怎。想要推动。即个台语即个本土语言，咱嘛无法度，因为咱嘛毋知要哪去做。所以我伫即个部分，我应该爱先感谢委员，你对咱本土语言的即个执着，无你的执着，无法通做安尼。啊，当然我会全力来配合咱关怀这边，看你要安怎办。啊，我公所这边做会到的，也是讲我有当运用的一寡资源，包括学校啦吼，啊，我幼儿园会当到
大家斗做伙吼，来推动这个语言，这是真重要。我都讲实在吼，以早我咧读册吼，我定定发钱，毋是因为我发钱才来办这，用这是咱的本土语言，为什么咱袂使讲咱的话？咱讲话就讲发钱，实在足罕的。所以吼，这部分较早咱委员有咧推动，你若无推动吼，我来讲啦，这个语言吼，这个本土语言有当啊一代，到即摆有诶阵，国小计讲台语嘛袂晓讲，是，真正真可怜。咱的语言已经放弃，咱来推动，或者这语言永永远远留伫咱台湾，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这是我要甲大家特别去报告，就是讲，其实咱拢知影讲，咱家己的母语是足要紧，毋过知就知咧，都学知啦，我知影啦，都无咧认真，无咧推动。即个镇长吼，即个政案镇长事实上是伫咱中华县内因足侪北县市的遮个。教授吼，拢讲我先来中华会当安尼做吼，其实就是有咱亲像正案，亲像李承志啦，刘金祥，搁咱的迄个溪州，老啊，遮搁咱溪湖，福建，拢大家拢真积极着来讲，着安尼咧，着随支持落去吼。所以我感觉，就是县政府要紧，乡镇公所或者个乡镇长原来就要紧，一声站落去了，学校嘛拢大家拢相站落去。所以伫遮我特别要搁拜托咱的镇长，你既然我知影，你敢若伫鹿港家己嘛搁有办落。除去支持关怀办即个台语演讲比赛以外，咱遐嘛佫有办咱的广告的比赛是无？台语的广告比赛。歌唱团，阮鹿港吼有一个做蔡恒礼，那蔡恒礼有一个或者蔡恒的歌唱班，那这蔡恒的歌唱班差不多伊的人超40-50个吧，40外个，遮人种真爱好咱台湾本土，所以对咱的本土语言吼，因嘛真投入，而且吼因出来比赛。也是讲出来表演，因总用台语来咧演唱，安尼唱吼嘛足好听哦，会较使咱关怀哦。老去我介绍伊，我介绍师。我嘛吼，即个本土语言，毋是一个人的问题，毋是一个人的代志，这是全民的代志，因为这是咱的本土，这就是讲咱主张的是即个方言嘛，是即个方言。所以这方言了后，我感觉。你用阮乡镇长爱到爱支持，其实全民总爱支持。我这是应该在全民运动安尼。足好，足多谢。那大家人拢像咱镇长安尼吼，其实就免烦恼啦，真正就免烦恼。而且要甲大家讲的是，今年吼，咱大家拢知影讲，其实若每一个家庭，伫家庭内若有咧讲。囡仔就有在听嘛，有听伊就加减会晓讲。因为我其实安怎讲呢？我去甲人斗吼，我也听囡仔咧讲北京语，吼咧讲北京语，我就大因饲大人讲，咱是台湾人，北京语伊会晓就好啊，袂使互伊讲，一直讲北京语，伊变做讲伫下口伊讲北京语袂要紧，转到厝内你一定都要用台语甲伊讲，互伊习惯用即个咱的方言来交谈来开讲，安尼吼了后伊才有通记起来。无伊用即摆用北京语来甲来讲，我再用台语来回答，这安尼佫无够，你著一直要求，尤其是囡仔，囡仔开始都来要求。哇，即个吼上好诶，比我佫较练到吼，实在。所以安尼吼，咱有今年咧讲，伫咱中华县上无来要来找出1万户诶家庭吼。我毋敢讲你，拢袂使讲别项话啦吼。若是客家，就讲客家话；若原住民，你共款伫厝内爱讲原住民，啥物作为就讲啥物话。但是吼，咱的意思就是讲，互即个母语袂断去啦。且安尼吼，你想吼，鹿港咱差不多要来甲上无嘛来甲，就是咱要求讲上无恁伫恁兜暗时啊食饭吼，逐个拢一定爱用台语，安尼好无？安尼爱当找出。无嘛，几千啊！好啊，到时看要来配合你大家，我再来找啊。咱对，就是开始，即摆就是讲卖吼，咱就登记。咱主要就是讲，我要讲吼，到咱即摆对即摆开始吼，到年底咱要搁一遍，咱来，阮一个想讲吼，咱无来用一个到时阵必有抽奖啦，就是讲遮个家庭吼，都有要参加安尼吼。
一个鼓励尔，但是我大概要过来算讲，因为安尼吼半冬了后，台语毋知囡仔有较进步无？安尼用安尼来讲，我是甲迄个师范大学嘛有连结吼，咱有要做一个迄个问卷，但是即马咱若阵互开始买吼，咱就即马开始啊吼，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咱就过来。做，因为阮即马咧设计用网络吼，互大家就会当做伙加入来，然后到时一方面来看讲台语有进步无，一方面来抽奖吼，因为当然咱也无啥物钱啦，吼，来无一寡礼物吼，来互大家来抽奖，安尼，你感觉安尼好无？你安尼你要哪办？你即马就是说每一个乡镇，你总有一个负责人，然后伊早去找一寡遮要配合咱这活动遮本土的家庭，用台语。对，无，其实这足简单做会到啦，因为你也毋是叫你去做苦工啊，干那讲暗时啊食饭吼，一定爱用台语讲安尼尔吼，若讲安尼好，咱就写讲伫倒位啊，登记起来。要用抽象就是所有的遮。嘿，遮贵了，安尼尔，这做会到的啊。但是毋是敢若是你讲台语哦，台语你若台语讲了，你下昼时啊要搁讲台语嘛是会使啊，毋是讲敢若限着你会使暗时讲尔，所以这做会到的啦。这我感觉这若推动会出去吼，这会有咧效应。是啊。像你做，感觉袂歹，伊嘛会做。系啊。这会变做会烧地，这真好。另外是这也免搁用钱啦。对啦。吼。嘛做会到啊，毋是讲要叫你做苦工，咱毋知做会出来啊袂？你著敢若尽量去鼓励即个细囝，互因听，互因讲。你要求你拢袂使讲别份嘛困难吼，上无暗时啊食饭，就逐个拢做伙啊。因为早时啊爱去读册，爱去出门，中昼时就较无伫厝诶。上无暗时啊，无嘛逐个做伙，安尼你想会当啊袂？会使吼，我一定配合的。好，安尼你想讲你了上好嘛？偌济也毋知啦，咱就即摆你先讲，我来使，我即摆透过。我传好了，我传迄资料过去。看免啦，安来配合，好，我一定配合，我一定配合。哇，这多谢，这多谢，多谢咱的订阅，这就是上支持的啦。我讲你支持，这嘛等于我咧支持的。是，这是咱共同爱支持。这是你做的啦，吼，即摆这毋是替我做的吼。这是咱台湾人爱做的。你发起，只是讲吼，我爱感谢。作为你按头到尾，你始终如一吼！你按头到尾，我真正足甘心的说，你做这也袂趁钱吼。佮做这大概有当下去人拜托，无是定价啦，啥物吼？有当做这爱讲去当申请经费，嘛是爱去人拜托。你乐在其中，你就感觉做啊，你感觉哦，这是讲这个就业员吼，你这精神我爱学习的所在。因为这物件是讲的，毋是你私人的，是要互这个台湾。这个本土语言会当佫继续延续，你会当有即个北长啦，用你的即个时间吼，无你以你的权度，立委、县长落来用就好啊，咱就做啊较艰苦。所以我这是代表阮乐江，吼，乐江来只机会来感谢咱。毋敢，我是想讲，我其他咱家己的语言文化不要放弃，安尼我是。就拜托大家做伙来，当然嘛会使透过电台啦，吼，嘛会使敲来电台讲话啦，拢会使。大家做伙来啦，大家做伙来吼，多谢，真多谢咱的镇长吼。而且吼，是啊，听咱头拄拢咱两个直直讲，人即个咱的庙宇吼，阮阿那大，阮阿那大，要甲阮小可介绍者，你心目中的即个阿那大是头拄你有讲过，佮做足温柔的啦吼，厝内家庭拢甲你顾较足好，对，其他咧？我27岁娶阮某叫我4岁，阮某做杨妙月，或做杨妙月，伊个人点点啦，就是该做工课，伊从今年去做。伊知我参加死也未出政治的时阵，我是做工厂，我咧做塑胶社村。迄阵我就捌你。哦，对，你搁较早又熟悉我。了后，我咧做工去，我拢对外嘛吼，我送货啦吼，客户会直接从我出去，出来就是阮某会当出来，即个斗3工，不但是安尼。我厝内还佫有3个囡仔，这3个囡仔我无咧插，毋是讲我无，因为我咧无闲嘛，从阮某伫咧来发落，包括囡仔会上课下课啦吼，接送3岁，从阮太太，
伫10多年前，我先选代表。我选代表当初是我要选镇民代表的时阵，阮厝会极力反对，极力的反对，足反对。伊早吼，阮爸迄摆咧讲吼，那一代表、二代表三届吼，就输了，都无半项啊，就输了了，意思了。伊讲选举总无好买啦，吼，你莫选。但是我的理念是甲左清义委员共款的，因为咱就无咧卖票，我同阮爸讲，咱就无卖票的，你放心，无可能家庭会败去。第一届要选，将来要叫我选，阮后爸挡掉，搁头我骂，第一届我无选。迄阵我咧做，迄阵吼，我会选，毋是我家己要选，是我迄阵做阮迄个庄内的即个社区内底总干事。就是庄内人感觉会真安吼，伫庄内咧做工课有认真，即种的应该大个服务搁较侪人，所以叫我选。阮后爸挡啊到尾我全无选，家己无选。第二届阮后爸挡袂掉，是因为庄内逐个互压力真大，所以阮后爸就互我选。家我选上关票的哦，迄摆新人我就选上关票的。我阵阮鹿港镇有4个代表区，我迄届选2900外票，迄届是全镇吼，全镇20-30号选人，我票数摕上悬的。一路来，过来，搁选议员，到议员阮某吼，我做代表时阵，阮某伊就是负责厝内。会讲因代表的服务性较无遐大，伊开较细，我一个人翕舞，但是变做工程我就放袂去啊。就过来3年外，代表一届做无头，我就选议员，我就当选。了后阮某吼，伊嘛是爱顾厝，爱顾服务，顾阮工场，伊做工场我咧做，就嘛带去服务处斗3工。所以阮某阮某的人，伊就是用话。虽然无讲，毋是讲真好讲，但是伊工课真好做。拢QQ 做安尼啊，这就是阮某。到我议员第一届做完，第二届我就选上关票的，因为我的服务，大家讲上好的。其实服务上好是安尼吼，我走外口，阮某就是顾服务处头斗3工，即个服务单位，所以服务是一流的。伊无是向县政府申请经费，也是向人来调解3一寡哩扣的工课，总是伊咧做。我负责曝光尔，负责做工课。所以我感觉吼，伊若讲会当做吼人有福气，大家支持正安的即个好朋友吼，全看成阮某，因若当选，我相信嘛是鹿港区吼，鹿港复兴秀水的一个佳音啦，因为伊真正真够做工课。就是服务的就有法度啊。伊嘛有经验啊啦。所以经验是真接触啦。我议员做2届完，我选镇长嘛。镇长我是第2届议员一半去选镇长。嘛顶有2届啊啦。等于2届，等于其实我从做一半都转转跑道做一半都。我做有人有期待嘛，我做伊代表一届人就讲你来出来去选议员，你落去选议员。我选议员，你届阮后爸还佫较忙，阮后爸怎要来？阮爸叫我户口请出去。当然迄过去啊，但是阮爸即摆真肯定我，因为逐个台学落，讲恁家做了足好个啊。我感觉吼，我会记你迄阵的时阵，敢若无像即摆遮够讲话。我嘛无啦，我是做讲事实的一部分安尼啦。即摆安尼讲，而且迄个规篇的呢，安尼吼，逐项安尼足清楚吼。阮太太吼，所以是我真正好累做啦，真正大家帮忙真济。我镇长2届，伊就较无用啊。但是吼，大家会知讲，我到今年年底，我12月2号我就落任啊嘛。落任吼，为着要延续吧，这是因为我刚开始是无爱阮某选，我用阮某顾我的家庭就好啊，我一个人来无用就好啊。我以后嘛有我的规划啊。阮某是，伊头讲是讲，因为大人互人帮忙的，莫讲互人互人服务过，大家真肯定咱嘛惊即个服务的工课会断去，所以希望讲伊出来继续服务，差不多大概伊安。我毋知讲庙宇如果若选会调议员我相信对鹿港嘛是一个帮助，因为我真侪向中央争取的经费，真侪向县府争取的经费，阮某总会知影。所以阮某会当伫县府这边甲我斗扫。莫讲打我，因为我主要是落人嘛，伊会当打鹿港，佮继续来推展落去安尼啊。我想安尼应该大家不只啊清楚啦吼。就想讲，遮无来请咱未来的议员吼，你表示你的看法好无？好，咱委员咱关怀
电台吼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吼我的翁婿吼，竟然啊伫咧做议员，啊个镇长吼会入来啊，伊拢足拍拼伫咧做诶，因为吼咱着做伊诶某囝，所以吼嘛伫后壁吼，着斗做一寡较，因为人真情吼有当就是嘛是足复杂诶，为诶吼迄阿婶吼，还是阿伯啊吼，因若咧讲吼，拢会讲足济，所以吼咱着运用来听因吼来讲因诶一寡因诶过程安尼，有当吼就是咱就是透过一寡吼咱诶相关诶课程吼，甲因斗处理安尼，系啊，因为吼。我若在即10多年当中吼，我若行过各个诶所在，嘛有咱就是有一寡劣势啊吼，是一寡咱艰苦吼，咱就是往生诶吼，有无法度通种诶，嘿，我就是嘛有拢做一寡跩捐捐诶工课安尼，嘿啊，着甲咱跩劣势。会跩人吼斗相共安尼，即摆吼就是咱我的翁婿吼，竟然吼，我若伫年底吼要来教恁，足侪支持者吼，就是我若鼓励我吼，系啊，鼓励我吼出来选咱即个议员吼，就是想讲吼，嘛搁继续吼来延续服务安尼啦，惊吼咱。嘛会惊讲咱的服务会长暂安尼啦，因为咱争取吼，2年60亿，即摆已經增加到75億的建設。咱若吼，我進入議會吼，嘛會使繼續吼替咱跩一寡嘛有中間建設中間應該嘛是有一寡居民啊，伊嘛是反映一寡問題啊。我嘛是講吼，做咱縣府參咱這民間吼的一個橋梁安尼。真好吼！我看你講嘛，安尼真即個理路拢足清楚的啦吼。过去拢敢若看着你安尼笑眯眯啊，拢喊你听着你讲话吼。今仔正式听你大声讲话啦吼。你毋知有特别对啥物款的工课，就是讲。因为即摆来插的都是正人的代志啊，你也毋是敢若单纯敢若讲着服务尔吼，服务就是整个咱的中华县啊，咱的鹿港镇啊，咱的河美区啊，吼，你算的应该是鹿港河美嘛吼？毋是，鹿港福兴秀水。哦，无河美哦，河美是立委啊，我是讲你要变立委啊，吼。鹿港福兴秀水福乐秀啦，吼，着毋尔是敢若服务尔吼。你毋知有特别较普通你咧关心的，拢差不多较关心倒一方面的工课。你镇长当然就是专定的代志，拢差不多吼。顶面做议员嘛吼，伫你个人，你安尼看做遮久的即个民意代表啊，是地方首长的即个夫人吼，你即马。要投入去，换你做主角安尼，吼，你有较注意到倒一方面的代志无？还是建设，还是讲社会福利，还是绿色，还是劳工，还是环保，还是教育？你普通较重视的是倒一边？因为吼，应该咱嘛是，就是查某人吼，所以大部分有一寡甲我来定情的吼，大部分嘛是拢。查某的较侪安尼，因为吼，即马吼大部分拢是教育问题，甲咱生育问题吼较大，较大多数。所以咱即届吼，咱的县长吼，伊伫伊的任内吼嘛，足支持吼，伊嘛足推荐咱这，就是咱生育吼诶。津贴安尼，即届吼，伊伫伊的推动之下吼，囡仔若嘛加生足侪安尼。有鹿港有加生？鹿港我加6000嘞。我毋知讲鹿港吼是。有你加生6000个。咱鹿港是真正可能全国吼福利上介好诶。福利是。咱县长嘛3万。县府3万。县府算全国上侪3万嘛，算全国上侪3万。所有乡镇，连鹿港可能我加6000。6000来。所以就阮鹿港吼，迄个生育率吼，阮是算有咧成长，所以有效就对了。有效。所以个月咧嘛是有差。有去秘书啊，有效就对了。我委员讲，你讲哎呀，福利我嘛真敢做，我钱佫欠真济。
这就是吼，我真高咧，做一个首长吼，钱加用出去，佫欠愈济，你钱啊，佫用出，啊，佫活动佫嘛办真济，啊，佫钱佫来欠。你看我办迄鹿港小家宴，鹿港小家宴吼，馆长你有去过？有啊，我逐年拢去。你来看吼，你看办啊，遐尼啊澎湃，遐尼啊热烈，啊办啊遐尼啊成功，公所也免开钱啊，对无？种使用者付费啊。爱想，我毋知你讲吼，你办法啊。嘿，你有当啊，政府机关你咧办活动，你办的无一定有人，但是钱就开起啊。有当佫开真济，吼，我常常拢比如讲，像阮鹿港的灯会开15外亿，你像台中的梦想家2天开3亿，对，啊，种开起就总无去啊。啊，你来看我毋是我学堂办啊真热烈，佫逐个有食佫有啉，啊，佫无用钱，啊，佫开真少钱，啊，公所佫免开钱。啊，这是讲有当啊咧办活动，政府机关你做首长的人，你要安怎去来要来运作，啊，运作互伊办了会热烈。啊，所以吼，我当然伫遮爱感谢我公所的团队真强，向心力真强，所以我咧办我交代的代志，因总甲我做啊真好势。啊，安尼咱咧办活动就办得热烈。会是奇怪哦，你是安怎？你敢要有一个甲大家报告讲，先啊你会当安尼，先啊有诶，你公所诶向心力就会强，啊是啊有诶，先啊都袂强，啊都工课都安尼，敢若煞袂啥叮当，迄是安怎？这我感觉乡长的个性有关系吧。啊，乡长的想法，人会认同袂？啊，因为我会知，我有听种朋友讲，我做一届议员，第2届我是上关票的当选。随个爬起啊，伫鹿港放映秀水的居民多数吼，总认定讲我真认真，所以当我就去到公所吼，参加做镇长吼，公所的主管嘛咧逐人看，伊讲认真是安怎认真啊？伊嘛即官网啊，所以我伫迄个中间吼，我来提出我一寡想法吼，甲只主管来开讲。啊，1个月2个月过去，伊会知讲，哇！这镇长真正真认真，想要为这鹿港来拍拼，所以相信你是慢慢啊建立着，别建立。啊，吼，一寡代志，即摆吼，像我做镇长做到即摆吼，鹿港员工200多人吼，我毋捌搭员工骂过。啊，但是因相信你会悬，啊，但是我逐礼拜我总会开一个主管汇报，啊，就是种这一礼拜，像过去一礼拜，像2来要做工课，我总会等这个主管汇报，一甲只主管来讨论，啊来交代讲要安怎做。啊，所以鹿港无论是公所的这个员工的这个服务态度，迄上解悬，迄到94，无迄落头到94。公所的员工的服务是真重要。你公所的员工服务，你若真亲切吼，你对你首长是上解加分。啊！我毋知讲有当啊吼，因为比如讲因有当去福音公所办啥物工课吼，去别个公所办啥物工课，人就拼啊啦，人就现比落啊。我就敢会差侪，去到遐人会去来嘘寒问暖，然后有可能会摕一个杯仔水叫你啉一个，要办啥物活动，要办啥物这业务，还佫带到迄个考试，迄个经过迄个感觉会无共款。啊，这伊为啥物要安尼做？就是咱吼。咱就是规划安尼，伊来对咱安尼做，啊，感觉安尼伊嘛会受到人尊重。你人就是安尼啦，你对人好，人对你好；你对人笑，人就对你笑。你当骂，你当吵，人嘛是讲逐日骂逐日吵啊。这属于吼，这是一定的。嘿啊，所以我哪讲，咱来到公部门咧做这食头路，这是恁有这个能力，吼，恁考着有法考着这个高补考，你才往咱公所遮上班。那你遮上班？你欢喜嘛上班，你无欢喜嘛上班。你一个面去甲臭干干嘛是咧上班，你也笑嘻嘛咧上班。你当用笑嘻嘻甲面对咱的民众，伊欢喜你嘛欢喜，大家嘛欢喜。啊，这是一个观念啦。我看这是一个足要紧的点。咱嘛看到一寡单位，公务单位，真正伫咱中华县政县内哦，有一寡单位是面是臭，我个种我嘛会惊呢，我。那安尼，做县长的人咧惊啥？足惊！啊，这真正。安尼我看着恁就安笑眯眯哦，足好咧。委员老用吼，邀请你过来公所坐坐，你感觉看觅咧看阮公所吼，迄种服务态度，气氛总无共款。啊，我有之前有带咱观众听众朋友讲，我就是讲，我伫我大门开一个单一窗口，单一窗口是足好用的。这单一窗口内底吼，超3个人。啊，这3个人吼，一个是。公务人员，2个公务人员，
一个理监事啊，一个公务人员啊，咱然后做个一个至2个职工伫遐。因4个做3岁，因4个就是讲只要入来到公所，因会先去甲伊问我要等帮忙3岁，迄种感觉足好诶。啊，你起来问，你会用我等于讲在面带笑容跟人家讲话，他们就会很高兴。用面迄个市政府迄度，还是讲劳工所诶态度，迄那袂管。所以你着用这个第一项，着先讲心肝拢买去啊。这嘛毋是买啦，我感觉这是大家互相啦。你甲伊花头黑面，伊入来伊嘛花头黑面，就袂甲你结面抢啊，一定是安尼嘛，嘿啊。因为伊早足侪，咱顶面啊，来到公家机关啊，可能拢毋知要去倒位。啊，因为咱设即个窗口吼，嘛互因吼一寡阿伯啊，也是无熟悉，嘿，因就是拢会知影讲吼，咱这义工啊，也是咱的公所的跩人员吼，拢会带因去，因要办倒一个可惜的代志安尼。所以你有想到百姓的需要，就百姓的需要去直接去反映。便利性啦，吼，互百姓便利，啊了后你用你乐观的去面对人要来办业务的这个工作，这我感觉这是讲话，这是真自然的定义啦，就是讲你对伊好，一定对你好。你著做会到，就是感觉足简单。身体伊或者对方来，或者足紧张的时候要办什么代志，啊，你若会花头面甲伊讲，伊就会烦恼，就是安尼啊。我想原来这都是成功的，我感觉种爱。我感觉每一个首长拢都要有必备这种想法。你这个团队吼，在和谐，啊，相信你在中。这我看，就是你成功的是个上大的秘诀，就是啥，看起来敢若无啥，啊，但是佫效果是足大的。我感觉真重要，嘿啊。所以。你讲我拄毋知讲，我员工我毋捌当骂，无论是清洁队还是讲职员，我袂去来骂。啊，我若有凡说若做真大错，我会叫伊主管来念2句啊。我有主管去来教育就好啊。对吧？你嘿啊，你啊，迄个所有的职员，因会相信你在用。你也是，免骂伊也免骂，所以阮之前迄滴滴就真好当骂，啊骂表面上都是真会惊伊嘛啊，哎呀，就袂亲就对啦，吼，袂亲啦吼。好，啊你正然啊，你安尼1年搁半年吼，你上满意的是啥？我上满意的哦，我上满意的就是讲，我互鹿港人感觉有希望，互鹿港人财产增加。互鹿港人，互鹿港即个所在变搁较热闹，游客搁较济。我感觉我做的工课，当然，镇长经济遐尼济吼，我相信我做的绝对比因搁较济真济。啊，搁未来鹿港继续咧发展哦。我12月底爱落任嘛，我落任了后，我都有来咱听众朋友讲，就是讲6年75亿，这是持续要建设的哦。对，啊，你变做后一个任落来，伊嘛是还咧继续，因为这条钱都用上落来确定啊。对，所以咱鹿港吼是足大条呢。对，足大条的。咱即马咱台湾有做2个国家的创新政府啦，第一个就是台南的安平。哦，伊是伫2002年做的，迄阵啊30亿做无完。30亿做无完，你若甲我迄阵啊吼，先做镇长。我去找赖清德，迄阵啊，伊来做市长啊，找赖清德市长一遍。我连任了，为民国嘛连任，为民国搁带我，搁去找赖清德一遍。啊，第一遍去台取经，上中央、上管都总无插人。这真要不得，我讲吼，袂知有当下吼，袂使分党派，咱有好诶计划爱人斗相共啊，啊搁东区的日本嘛无人斗相共。啊，第2届我连任。县长嘛连任，同齐连任，我2个我带咧，伊主管我主管带咧过台南，啊，迄边转来开始就开始运作啊。啊，因为我原早就规划差不多规划好啊，啊，搁去县政府，咱县长这边的团队搁小可做者修改接按中央去，安尼，啊，过来就是陆续，你看林前院长专工为着这代志嘛来去做啊，啊，赖清德上次还有1个月过来就去做啊，你看嘛，啊，你看偌重视，啊，真正鹿港是真正吼有需要食即个经费来挹注，互鹿港搁留咧起来。就因为台南岛嘛是我的故乡嘛吼，以前的安平吼，实在是就是
就是偏僻的小海港啊，海港啊，都破蚵仔呢。安尼啦，是在讲就是。嘛是安尼啊，对，很类似的。但是即摆是到不三时的到咧滚滚，敢若拢咧过年的啦。系啊，所以平常时游客就诚济。是。台南即摆煞变做，就像你咧讲古迹，其实阮嘛还佫有足侪其他的古迹，但是安平竟然种番变闹热，甲有够闹热咧，比足发展的。安平吼，一日处理了较无完整的，就是伊的老街啦。伊的老街迄阵因的居民吼，逐个想袂开啦。迄阵啊，国家风景区开始决定了后，就是所有厝都袂使拆的。因阵提早2工拆掉。所以像安平老街，安平老街虽然有人伫遐咧出入，但是老街就是四不像啊。啊，咱鹿港，你看鹿港的老街，委员你捌去行过无？你想咧？咱鹿港的老街吼，都真完整，真完整，超过80%啦吼。要来去的当然有，啊，即摆咧当无爱去。啊，佮鹿港内底的一寡巷弄，红砖的这个步道。迄种有够水的，种有够特殊的啦，啊，所以即个物件嘛是鹿港的主产啦。我毋知吼，有当下咧大家居民讲，我讲吼，但鹿港的咧，阮一寡居民讲，我讲吼，咱鹿港第一有名，第二项一定都要有物件通看。啥物物件通看？就是讲，咱的工业嘛是咱的物件，咱的文化，咱的物件，啊是讲咱的历史建筑最上重要。你会到遮，若讲高楼大厦，咱鹿港2年尔，对，就甲啊，你也无可能比大市搁较水咯。啊！你着像遮高厝楼咧，咱遮着高厝楼咧，遮高级保护会好啊。然后这物件就是要互国内国外游客来到鹿港有物件通看，诶，即个我想这拢是鹿港是大家拢知影有伊的特色啦，吼。咱的建筑爱啊，咱的古迹，确实咱遮的寺庙实在是真多，啊嘛有每一间寺庙有伊的故事，有伊的历史。我是感觉讲，这咱拢有咧努力咧经历。但是另外，咱对着古迹，即咱即个老街的部分，因为咱嘛有看到讲，迄个观光旅游的即个一寡人在咧讲，即啊全台湾的老街吼，卖物啊，敢若拢甲过来。即点吼，我想咱原来小可着希望会当将会真正对即个文化的即个产品，咱的即个即个文化的物啊，真正毋是逐位拢共款的啊。即点。我想会当小可，咱未来的议员吼，可能原来当对即个来斗注意啊。咱镇长吼，算讲虽然无去做镇长，但是一定抑阁会使更上一层楼的嘛。对啊，所以这一定就是直接落去，所以线无长嘛。对啊，吼线无长。所以吼，我都剩无偌久的时间啊吼，我伫这所在，我要呼吁吼，咱关怀电台吼，尤其是咱鹿港。吼，三乡镇，为民国当选了后，对鹿港真正非常的用心。我相信历届的县长无一个比为民国更较用心，对鹿港较尔好。这3年外，为民国县长伫中央特别甲几百亿来到咱即个鹿港。所以我有伫遮吼，要来大家咱遮吼鹿港的遮乡亲时代讲就是讲吼，选举吼。无一定爱选在地甲外地，只要有伊鹿港要做工课，你就爱吼来支持。所以民国希望咱鹿港嘅地区吼，对咱安尼好，咱就爱来支持吼，会当继续搁为咱鹿港来做工课。所以伫遮，我想听咱的特首安尼甲咱说明，为民国为着咱的中华关。已经伫鹿港都已经讨着75亿啊！这绝对是足大的数字，而且伊平时认真伫咧做，请大家会当继续支持咱为民国来竞选连任。同款的咱的镇长的夫人吼，咱的妙月杨妙月杨。了月吼，伊要竞选咱的议员，我想翁仔某共心啦吼，共款的拍拼。伊当选，其实镇长后壁嘛是共款爱斗做啦吼。所以伫遮请大家会当全力来甲伊支持，咱有祝你会当顺利当选。好，谢谢。来，劳烦大家，咱请以后继续收听咱关怀广播电台的节目，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哪怕开哪只有就会
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咱今摆所收听的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爱地球，大家付出行动了吗？只要改变消费习惯的小动作，消费购物时选择具有可回收、低污染、省资源特性的环保标章产品，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就是友善环境的一大步。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邀您一起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阿美婶，好久不见啦！阿布，你妈还在领原住民给付对吧？对啊，但我们一直收到劳保局寄来她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奇怪，不是已经在领原住民给付，为什么还要再缴国民年金？因为原住民给付只领到65岁的前1个月，满65岁以后就没有原住民给付可以领了。你妈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时候，如果同时符合国民年金加保资格，还是要缴纳保险费，这样年满65岁的时候，就虽